星期日早上9點半，阿陸來接我。我剛剛睡醒，臉都沒來得及洗，有人咚咚聲敲我房門喊：道邊，女人找你。我下到玄關大堂一看，但見阿陸穿着一條短得難以置信的牛仔裙，坐在椅子上，翹起大腿打呵欠。前去吃早餐的伙子們趁路過之便，目不轉睛地盯着他的修長大腿看。他的腿的確十分好看。我是不是來得太早？阿陸說：道邊，你好像剛起床似的。我現在就去洗臉刮鬍子，可以等我15分鐘嗎？我說：等你是可以的，不過從剛才起，大家都在盯着我的腿猛看啊。那還用說，你穿那麼短的裙子來男生宿舍，大家當然非看不可了。不過沒關係，今天我穿的是很可愛的內褲哦，粉紅色的，鑲着漂亮的蕾絲花邊，隨風飄蕩那種。那就更加不應該了，我嘆一口氣說，然後回房盡快洗臉刮鬍子，在藍色運動衫上穿件灰呢外套。下樓把阿陸帶出宿舍門外時，已緊張得冒冷汗。這裡的男生全都手淫嗎？常常做？阿陸抬頭望着宿舍的建築物說：多半是吧。男孩子一邊上女孩子一邊做，應該是吧。我說：大概沒有男人想着股票行情啦，動詞活用法啦，蘇伊士運河之旅來手淫的，通常都是想着女孩子來做吧。蘇伊士運河，比喻而已。換句話說，即是想着特定的女孩。這種事只要問問你的男友不就行了？我說：幹媽要我在星期日一大早就向你一一說明那種事？只是想知道嘛？阿陸說。而且如果我問他這種事，他會非常生氣的。他說女孩子不應該追問那種事。他的想法挺正經的。我真的想知道嗎？純粹的好奇而已。唉，男人手淫時是否想一個特定的女孩？想是有想的，起碼我是。至於別人，我就不清楚了。我沒好氣，於是這樣答：道邊，你有沒有想過我？坦白回答哦，我不會生氣的。老實說，沒有。我坦白地回答他。為什麼？因為我不夠魅力？不是的，你很有魅力，很可愛，撩人的姿態也很適合幻想。
那你為何不想想我？第一，因為我當你是朋友，不願意把你牽連到那方面去，那種性幻想方面。第二，因為你想起另一個人。是吧？我說，你這人對這方面的事挺有原則的。阿綠說，我就是欣賞你這點，不過可以讓我主演一下麼？一次就可以了。那些性幻想啦、性妄想的，我想出場一次嘛。因為是朋友才拜託你的，這種事又不能拜託別人，對不對？我總不能隨便對一個人說，今晚手淫時想我一下啊，對不對？就因我當你是朋友才拜託你的，然後記得告訴我是怎樣的感覺，怎樣做的。我嘆息不已，但你不能進去哦，因為我們是朋友嘛。只要不進去，你要怎麼做、怎麼想都隨便你。有這些限制的情形下，我沒做過，不知會怎麼樣。可以列入考慮麼？我考慮好了。道邊啊，你可別當我是個淫亂、慾望沒滿足或妖媚的人哦。我只是對那種事很感興趣，很想知道罷了。因我一直在女校，在女孩子堆中長大的，對於男孩子在想些什麼以及身體構造如何之類的事，非常渴望知道。而且我要的不是婦女雜誌附錄那種東西，我要的是個案研究。個案研究，我絕望地喃喃自語。當我很想知道或想嘗試各種花樣時，我的他就很不高興，而且生氣了。他說我淫亂，說我腦筋不正常。他不肯和我口交呢。其實我很想研究那個。唔行，我說。你喜不喜歡口交？並不怎麼討厭，比較上算喜歡，算喜歡吧。我說。不過這種事改天再談好不好？今天是個令人心情舒暢的星期天，我不想盡是談手淫啦、口交的事，破壞這樣美好的早晨。談談別的吧。你的他是我們大學的人？不是，別的大學的。我們是在高中時代社團活動時相識的。我念女校，他念男校。不是常有聯合音樂會之類的活動嗎？我們發展為情侶關係，則是高中畢業以後的事。喂，道邊？真的一次就可以了，想想我吧。下次試試看好了。我無奈地說。我們從車站搭電車到御茶之水，
我因沒吃早餐，所以在新宿車站轉車時，在車站小賣店買了三文治來吃，喝了一杯味道好像用報紙的油墨煮成的咖啡。星期日上午的電車擠滿了準備出去玩的家庭和情侶，一群穿上整齊制服的小男孩放下球棒，在車廂內吧嗒吧嗒地跑來跑去。電車上穿短裙的女孩有好幾個，像阿綠穿那麼短的卻沒有。阿綠不是用力把裙擺往下拉，我見幾個男人目不轉睛地盯着他的大腿看，總覺得渾身不自在，但他的樣子似乎不太在意。唉，你知道我現在最想做的是什麼？來到市谷一帶時，阿綠小小聲說：我猜不到。我說：不過拜託，請別在車上談那種事，被別人聽到不好。真遺憾，這次相當精彩刺激呢。阿綠彷彿不勝惋惜的說：對了，到御茶之水做什麼？只要跟着我走就懂了。星期日的御茶之水全是準備去參加模擬考試或補習班講習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阿綠的左手握着吊肩皮包的帶子，右手牽住我的手，靈巧地從學生人潮中穿梭過去。道邊，你能明確地解釋英語的現在式假定句和過去式假定句的不同麼？阿綠突然問我。我想我能的。我說，我想知道一下那種東西對日常生活有何幫助？在日常生活中沒什麼幫助。我說，但我認為雖然沒什麼具體的幫助，卻可以訓練我們更有系統的去掌握事物。阿綠露出認真的表情，思索了片刻。你真了不起，他說。我從未這樣想過。我一直以為什麼假定句啦、微積分啦、化學符號之類的東西毫無用處，覺得太麻煩了，所以向來漠視他們的價值。難道我的生活方式錯了？漠視他們的價值？對啊，我一直當那種東西是不存在的，什麼正弦、餘弦的，我一竅不通。這樣子竟然讀完高中又進大學啊！我驚訝地說。你真傻瓜，阿綠說。你不懂嗎？只要直覺夠好，即使什麼也不知道，也能通過大學考試的啊！我的直覺很好哦，從下面3個答案選一個對的之類，我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直覺不如你的好，所以需要學習有系統的思考方式。養兵千日，用在一朝。那些東西
有用處嗎？在處理某種事情上會比較容易吧？我說，譬如怎樣的情形？譬如形而上的思考，或學習多種語言的時候，那又怎樣幫得上忙呢？那就因人而異了。對某些人有用處，對某些人沒有用處。不過那些始終是訓練而已，有冇用處則是次要問題。就如我一開始所說的，唔行。阿陸似乎很佩服似的，牽住我的手，繼續走下坡路。你很拿手向人解釋啦，是嗎？對啊，因我過去向許多人問過英語的假定句有何用處，從未有人那樣清楚的向我說明的，甚至英語老師也沒有。大家對於我這個問題，不是表示搞不清楚，就是生氣或者嘲笑我，誰也不肯好好告訴我。倘若那時有人像你這樣好好解釋給我聽的話，說不定我會對假定句產生興趣啦。唔行，我說，你有讀過《資本論》那本書嗎？阿陸問。讀過，當然沒有全部看完，就跟大部分人一樣。你理解嗎？有些地方可以理解，有些不理解。若要正確地讀懂《資本論》，就需要先學習一套思考系統了。當然，整體來說，我想我大致上可以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對於一名不太接觸那方面的書籍的大學新生，你想他會理解《資本論》嗎？那是不可能的，我說。我剛進大學時，參加了民謠研究的社團，因為我想唱歌嘛。原來那裡全是舞神弄鬼的冒牌貨，現在想起來也不寒而栗。我一加入，他們就叫我讀馬克思，叫我回去先從第幾頁讀到第幾頁，還有民謠必須跟社團和激進主義相關之類的演講。沒法子，我只好回家拼命讀馬克思，可是我根本讀不懂，比假定句更難懂我。我讀了3頁就放棄了，然後在隔週的聚會上，我說我讀了，可是一點也不懂。從此他們就當我是傻瓜，說我沒有問題觸覺，缺乏社會性。開玩笑，我只是表示不能理解文章內容罷了。你覺不覺得他們太過分？唔行，我說。討論時就更過分了，每個人擺出很懂的表情，使用艱辛語句說話。因為聽不懂，我就問了，譬如所謂帝國主義式剝削是什麼？跟東印度公司有何關係？所謂粉碎產學協同聯盟是指大學畢業後不准到公司就職嗎？但是沒有人向我解釋，
而且還生氣了。你能相信這些嗎？相信。他們說，你連這些都不懂，算什麼？你在想些什麼過日子的啊？於是就這樣完了，可不是嗎？我本來就不很聰明嘛，我是平民啊。不過支撐這個世界的就是平民，被剝削的也不就是平民咯。向平民賣弄聽不懂的語句，叫什麼革命？什麼叫改革社會？我也想改善社會啊。若是有人真的被剝削，我也認為必須設法阻止啊。所以更加要問了，對不對？對啊。當時我就想，這些全是偽善冒騙的人，他們適當地賣弄堂皇的言辭，而自鳴得意，讓新來的女生大表欽佩，其實心裏只想着把手塞進女生裙內那回事。等到升上大四了，趕緊把頭髮剪短，準備畢業後進30公司、TBS 電視台、IBM 電腦或富士銀行做事，娶個從未讀過馬克思的漂亮太太，替孩子按個文雅又講究的名字。什麼叫粉碎產學協同聯盟？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啦。其他新生也很過分，大家其實聽不懂，卻都裝着很懂的表情，無緣無故地傻笑。事後就對我說：你真傻，即使不懂，只要拼命點頭稱是就行了嗎？哼，還有更氣人的事，想不想聽？想。某日，我們要出席一次半夜的政治集會，他們叫女生們每個做好20個宵夜用的飯團帶來。開玩笑，那樣豈不是徹底的性別歧視？不過，我也不想整天興風作浪，惹是生非，於是什麼也不說，乖乖的做好20個飯團，裏頭放了酸梅乾和包上紫菜。你知道他們事後怎麼說嗎？小林綠的飯團只有酸梅乾，沒加別的小菜呢。其他女孩的有桂魚、鱈魚子，附帶煎蛋啊！太混蛋了，我氣得講不出話來。高談革命大業那夥人，居然為吃宵夜的飯團斤斤計較，算什麼？有紫菜有梅乾，還不夠上等嗎？試想想印度那些飢餓的小孩看看。我笑了。後來那個社團怎樣了？6月我就退出啦，因我實在太氣了。阿陸說，這些大學的家伙幾乎都是偽善的人，大家都怕被人知道自己不懂什麼，而不得不戰戰兢兢的過日子。於是大家看同樣的書，賣弄同樣的台詞，聽約翰科特連的唱片，看帕索連尼的電影，一起受感動。難道這就是革命？怎麼說呢？
我們實際見過革命，不敢表示意見。如果這就叫做革命的話，我可不要什麼革命了，否則我一定因為飯團裏只放梅乾的理由被槍斃。你也一樣，因為充分理解假定句的理由被槍斃。可能的是，我說，我有自知之明啊，我是平民，不管發不發生革命，平民只能在不像樣的地方苟且偷生下去。革命是什麼？只不過換過一個官府名稱罷了。可是那些人根本不懂這些，他們只會賣弄無意義的高言大志。你見過稅務局的官員嗎？沒有，我倒見過好幾次，冒冒失失地闖進家裏來請威風說，什麼？只有一本賬簿？你家生意做得不錯嗎？這是真的經費？收據拿給我看。收據呢？我們悄悄躲在屋角，不敢作聲。到了吃飯時間，叫人把上等的壽司送上門來。不過我父親從來不曾逃稅哦，真的。他是那種舊腦筋的老派生意人嗎？儘管如此，那些稅務官員還在嘮嘮叨叨地發牢騷呢，說什麼收入是不是太少了？開玩笑，收入少是因為賺不到錢啊！聽到他們的話，我真恨死了。我想大聲斥責他們說，請你們到更有錢的人那裏去好了。唉，倘若發生革命，你想稅務員的態度會不會改變？頗值得懷疑。所以我不信革命了，我只相信愛情。和平，我說。和平，阿陸也說。對了，我們要往哪裏去？我問。醫院，家父入院了。今天一整天我都要陪他。今天輪到我。你父親？我大吃一驚。你父親不是去了烏拉圭麼？那是謊話。阿陸若無其事地說，他老早就吵着要去烏拉圭，可是怎麼能去嗎？其實他連東京的郊外都去不了。他的病情怎樣？坦白說一句，時間問題而已。我們默默無言地邁步往前。他的病和家母一樣，所以我很清楚。腦腫瘤，你相信嗎？家母在2年前死去，就是這種病。現在輪到家父患腦瘤。